第二个字是是 get。真结拜访。哦哟，还老师伊拄则念的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啊，敢若无需要遐尔啊清楚吼，遐尔啊辨别，因为敢若有另外一种念法。嘿，来，咱听老师安那念哦，来，老师。其实你直接翻译是对的，啊，毋过只是讲迄个音吼，甲咱的字斗无起来。是吼，譬如讲第一个，咱一般可能会甲想做真假的真，啊，毋过迄字咱来念做精精哦，嘿，精官嘛吼，啊，搁来迄个第二个节是对的，啊，我都袂当夹一半，啊，搁来迄个白是对的，啊，毋过迄上尾是迄个咱念做这就啊，你讲的迄个帮也是放，伊的迄个字首就是迄个条字拢无共，吼，所以你迄个你讲放嘛，放是人字边，比如讲放啊鸡，迄鸡影的物件，啊，这题是真的，